洛书歌带酒李一啊，左三右七啊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主，五在中央。要搭配的话是天一生岁第六成之啊，一六的岁在背，太阳在背，还有二七为火在南，三八为木在东，四九为金在西，50在中央为土。24为金就是27的为火呢，49的为金呢，16的是水呢，38的是木呢。49为金哦。怎么歌诀是这样的？